有晚沖涼發現左邊心口有嚿嘢硬硬地，咁我好驚，即刻去睇醫生。檢查完之後發現乳癌第1期，一直覺得自己生活習慣都好健康，所以當時好大打擊啊！擔心自己年紀又大，如果要做化療係頂唔順嘅，又驚好多副作用，食唔到嘢啊，又話甩頭髮，亦都擔心治療開支會加重咗屋企人嘅經濟負擔。後來聽病友分享，知道有個檢測可以評估我有冇需要做化療，醫生好快就轉介咗我去揾乳癌基金會。原來佢哋有一個資助計劃可以做乳癌腫瘤基因檢測，檢測報告就話我嘅復發指數係低於26分，屬於低復發風險，可以揀其他治療嘅方案，而唔需要做化療。聽到醫生咁樣講，即刻放低心頭大石，成個人都安心晒啊！記住，我哋唔係孤軍作戰，家人朋友喺身邊支持，得到更多嘅正能量，積極面對治療先至係最重要噶。我係做管理層嘅。平時工作壓力都比較大，但為咗身體健康咧，都有 keep 住去做運動。但有一排咧就覺得個胸突然間有啲唔舒服。做完身體檢查之後咧，發現咗咧我自己係確診咗第1期乳癌。初初對治療就一知半解啦，一聽到患癌最驚就要做化療啊、電療啊。一嚟咧之前都聽到有唔少化療有副作用，會影響到我個樣啦、我嘅社交啦。二嚟咧就係唔想因為治療嘅進度咧影響到我工作。如果有得揀啊，就梗係想用其他嘅治療去取代啦。我就上網睇咗好多資料，咁知道咗有個腫瘤基因檢測可以評估化療嘅需要性，睇下邊種嘅治療方案最適合我啦。咁報告出咗嚟啦，發現咗我嘅復發指數嘅結果係低於26分。醫生認為咧就可以用其他嘅治療嘅方法去降低復發啦，或者有啲咩嘅轉移嘅風險。原來我 case 係唔需要做化療噶，知道咗嗰刻啊，真係好感恩噶。抗癌嘅過程，身心同時面對好多嘅挑戰。保持樂觀嘅態度咧，係好重要嘅。香港乳癌基金會推出乳癌腫瘤基因檢測資助計劃，為合資格患者提供經濟支援，幫助評估化療對患者嘅實際效益同必要性，減低過度或不足嘅治療風險。由2019年到而家，已經有超過300名早期乳癌患者成功獲批資助並完成檢測。計劃希望鼓勵更多患者可以選擇最適合佢個人化嘅治療方案，在抗癌路上攜手克服乳癌。